还不一定成功。那些瘾还是会起来的，不只是毒瘾赌广告来那个赌博的瘾也是一样吸毒的瘾、赌博的瘾都一样，只要沉迷在当中要这个脱离出来都需要很多的努力。那我们现在在六道轮回当中，也好像有点瘾在那边就觉得说我来做的比较快我来生气比较快乐，动不动就喜欢生气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好，那佛菩萨呢，面对众生在六道轮回的这种瘾就是抱着1次、2次、3次，要来帮助他戒毒一样、戒瘾一样，1次、2次、3次都来跟他结缘，这一次来跟他当朋友，下一次来当他的父母，再下一次来当他的子女，再下一次来当他的谁同学什么的都好，生世都在展现他的慈悲心，希望某一次的时候，他跟这个众生，跟所有众生，要供众生上求佛道，让众生可以超生了死的那个上求佛道的缘可以某一次成熟，所以他生世都来下这个慈悲种。佛菩萨他是个有情人有情种慈悲的情种希望这个慈悲的这个种呢，在某一次可以怎样因地果还生。好，请问在座各位写那么读的没有？那每个人都求到了？有。我们在今生今世来求道，就是跟谁结了多善缘？跟济公老师，对不对？跟弥勒祖师，跟我们的月慧菩萨。像我们的济公老师，他过去是72次道中下凡来跟我们结缘。我们过去都是有生世跟济公佛菩萨跟济公菩萨有结个缘，在那边我们今生今世的那个缘成熟的。所以呢，我们就来求道了。求道的求可以超生了死，上求佛道的这个道。好，那或许刚才有说嘛，佛菩萨要来度众生。解脱这个生死轮回、六道轮回的这个瘾，它不是只有1次2次，所以它要行深嘛。它要度众生的那个方向、方法要怎样去做？它是要一直做，不断的所以叫做菩萨有6度万行。这个万行就是不退转，它不会因为1次2次众生不接受，或者是众生还没有办法起悟，它就放弃。他就放弃。那什么时候才会觉得说这个众生是他可以放手的？是因为这个众生他已经求道了，已经醒觉了。他永远不放弃的就是，他最不会放弃的就是那个最不愿意起步的众生。最不愿意起步的众生，他最不会放弃。有一个我们道场的前辈者，道场的前辈者，不知道几年前而已不知道是前年还是大前年。台北捷运不是有发生杀人事件吗？就前几天跟弟兄然后那个大学生他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有一个道场的前辈子，他很慈悲就是这种佛菩萨的心伊就忏悔啦，伊话那个少年人做唔对，咱道场前行，你就会忏悔那在老母娘面前忏悔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尽早跟这个年轻人去结缘如果我们有尽早跟这个年轻人结缘，这个年轻人有机会来听闻佛法，来听闻大道，还是说多接触一些善知识也好，那或许就可以怎样避免这个遗憾的事情发生了。就有一个年轻人就救了好几个家庭，有没有？救了好几个家庭，也等于救了这个社会的人心嘛。各位前有没有感受到那一阵子因为台南的捷运台北人坐捷运人心惶惶人心惶惶所以我们那个道场前辈他很忏悔他觉得说，为什么我们没有赶快跟这个众生、跟这个年轻人结缘他这个就是佛菩萨的心行深